看你個人收入，方便你來生活以及消費。外國人購房同意書，你知唔知文件同埋貸款三大誤會係乜嘢？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 Chloe，你知唔知？而家我就話你知。大家好，我係 Win。外國人貸款真的只有40%到50%而已嗎？這個不一定哦，要看你個人收入、個人資料，還有由銀行來決定，而不是我們來決定。沒有大馬銀行戶口就不能申請貸款？答案是錯的，因為你可以先來馬來西亞申請銀行貸款，之後再來馬來西亞這一邊開一個銀行戶口，方便你來這一邊生活以及消費。當然，我們會有專業的律師團隊以及銀行人員去幫你做 follow up。所有外國人買房都需要 foreigner consent 嗎？Foreigner consent 簡單來說就是外國人購房同意書，它是由政府還有 developer 來規定的。Of course，如果你需要確定的話，歡迎來找我們哦。如果你都面對文件或者貸款上面的問題，歡迎點擊以下的鏈接，我們會有專人來聯繫你。我們到時見。叮叮叮叮，你準備來搏我個頭？